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師傅裝修公司嚟到鑽石山嘅啟祥苑，呢個單位面積大係400尺，屋主構成係一房一廳。今次個單位嘅裝修風格行呢個簡約嘅路線，我哋希望一種簡約明亮嘅感覺嘅。非常感謝業主信任，送咗係本公司嘅居屋全拆套餐。今次個工程係包括客廳、房間、廚房、廁所嘅地磚、瓷磚更換，新訂造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、浴屏。仲有包括全屋嘅油漆、水電、清潔費、假天花 LED 燈、廚房嘅玻璃趟門、房門、廁所門等等，合共係20萬01800蚊，連工包要費。我係絕對冇其他附加費用，以誠為本嘅。首先一開始廚房門呢，選用咗玻璃嘅趟門，隔到有煙喉之餘，睇起上嚟又更加靚。而廚房入邊呢，今次設計咗兩組 L 型嘅櫥櫃。下方同上方嘅櫥櫃都選用咗亮白色嘅顏色，最後配搭埋中間白色嘅石英石面。到廁所嘅位置，我哋今次選用咗白色嘅木門，入邊我哋今次用咗現代簡約風嘅設計。我哋利用咗銀色嘅玻璃浴屏嚟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嘅。然之後到櫃身方面，頂部嘅位置做咗一個3門嘅鏡櫃，而下方呢，我哋用咗一個掩門嘅吊腳浴室櫃。然之後嚟到房間嘅位置，我哋同樣都係選用咗白色嘅掩門。房間入邊嘅空間足以放得張4隻床，一個大衣櫃連書台。今次我哋成間屋主要用咗白色嘅顏色配搭淺木紋嘅地磚，令到成間屋睇上嚟更加簡潔、企理同埋容易啲配搭家私。